理校長盧兆興教授同大家分享港大 CC 最新嘅動向同埋升學概況。跟住我哋會有我哋嘅師兄師姐同埋老師一齊傾下偈，仲有學院嘅輔導主任同大家分享學院對學生對未來嘅升學同埋就業路向嘅支援。第二部分呢，就係分組問答環節啦。各位可以聽到你哋報讀咗嘅課程嘅學部主任簡介。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邀請學院助理校長盧兆興教授同大家講幾句説話。有請盧教授。各位家長你好，歡迎你哋出席今晚嘅活動。我哋學院呢，自從2000年成立以嚟呢，大概係34000個學生呢係入讀咧大學嘅。我哋嘅課程咧，大家都可能知道，我哋有副學士嘅課程同埋高等文憑嘅課程。副學士嘅課程裏面咧，傳統嚟講咧，我哋都有成80%嘅學生咧可以入讀咧八大嘅。而呢個高等文憑嘅課程裏面咧，大概咧有70%嘅畢業生咧係進入八大嘅。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嘅課程咧就係2+2，即係話喺2年咧就喺我哋呢個學校讀，跟住咧2年咧就進入大學。成功嘅比率咧係非常之高。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我哋學校咧最近亦都咧有好多嘅改革，亦都係加強咗所謂 AI 呢個課程嘅人工智能嘅課程咧，使到咧各學生咧可以了解點樣係應用 AI 學習之餘咧，亦都要做呢個研究，亦都要分析呢啲資料咧係咪正確，定係話真定係話假。所以咧喺個 AI 嗰個訓練嗰方面咧，我哋係加強得非常之厲害，亦都咧係 Hong Kong U Space 咧。同埋呢個 Google Cloud 咧係簽咗一個合約，我哋嘅學生咧可以透過我哋嘅網絡嘅平台咧，用呢個 Gemini Google， 亦都咧利用呢個 AI 咧係繼續學習嘅。除此之外咧，我哋嘅學生咧亦都有好多咧課外嘅活動，我哋咧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學習嘅中心，我哋咧就街嗰啲學生咧俾好多嘅輔導，教啲學生咧點樣去申請課外嘅活動，或者係點樣去申請咧入讀嘅學校。我哋嘅課外嘅活動咧有好多嘅，包括咧就去夏天咧係去牛津大學嘅課程。呢個牛津大學嘅課程咧已經搞咗2年啦，係嗰個認受性咧係非常之高。除此之外咧，學生咧亦都去韓國啊、日本啊、台灣啊，甚至係歐洲各地嘅。所以咧，學生咧喺佢讀書之餘咧，亦都去加強佢哋嘅課外活動咧，使到佢進入大學裏面咧。嗰個情況係更加咧係穩固，更加係成功。基本上嚟講咧，我哋呢個學校咧，亦都有非常之優秀嘅老師，亦都有好多學生大使。各位家長你都見到啦，今晚嘅主持咧就係我哋嘅學生大使。所以咧，希望各位家長咧好支持你哋嘅子女咧係入讀我哋學校，而我亦都好希望咧9月咧係見到各位家長嘅。多謝各位。多謝盧教授嘅分享，而家我哋會介紹一下 CC 6位學部主任。首先喺我身邊呢位係文學及人文學部嘅何韻詩博士 Jessica。旁邊呢位係英文學部嘅 Miss Joyce Boon， 跟住嘅係經濟及商學學部嘅張詠芝博士 Vivian。喺我身邊一位咧係社會科學學部嘅吳子峰博士 Kenneth， 旁邊一位咧係工程及科技學部嘅鄭建成博士 Dominic。最後呢位係數學及科學學部嘅吳世明博士 Samuel。唔該晒咁多位學部主任啊！而家咧就請各位老師準備之後嘅分組問答環節，佢哋會喺7點半再同大家見面。各位家長，如果對課程有咩疑問，記得把握機會問佢哋啦。跟住落嚟，我哋會同4位 CC 嘅畢業生 Maddie、Carol、Adam 同埋 King 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喺港大 CC 校園生活嘅真實情況。當然，佢哋亦會為大家解答最關心嘅問題，就係點樣升翻上大學啦。冇錯啊 ，Ada。
另外，我哋仲請到吳國君老師同鐘浩輝老師一齊同我哋傾下偈喎，歡迎咁多位。不如而家我哋有請各位老師同埋同學介紹一下自己先，俾大家認識一下你哋。咁就由我身邊呢位嘅 Jarvis 老師開始先。大家好，我係 Jarvis，咁我就係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研究課程嘅老師嚟嘅。大家好，我係 Carol，我係 CC 咧係讀 BBA 嘅，咁我嘅 major 係 finance 啦，嚟緊會升讀 CTU 嘅 finance year 3。大家好，我叫阿 King 啦，咁我喺 CC 係讀商業學高級文憑嘅，咁我喺9月份會升讀香港大學資訊管理嘅 year 3。Hello， 大家好，我係 Maddie，喺 CC 咧我係讀 social science year 2，咁 major 係 social welfare and administration。未來嘅9月份咧，我就會讀香港中文大學嘅 sociology year 3。大家好啦，咁我係 Adam，我係讀緊 PRCC， 即係公關及傳理，咁而家就改咗名啦，做傳理應用傳理啦。咁嚟緊啦，我就會去讀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啦，and social policy 喺呢一個 Poly U 度。大家好，我係輝 Sir，咁我喺港大 CC 裏面係負責文學副學士應用傳理課程嘅。好，咁不如由我同各位師兄師姐傾下偈先啦。咁我想問咧，你哋仲記唔記得當初啱啱入嚟讀港大 CC 嘅時候，嗰個心情係點呢？又有啲咩嘅期望呢？不如你哋輪流講下啦，就由 Carol 講先啦。我嗰陣時入 CC 嘅時候就梗係有啲唔開心啦，因為啱啱放榜噶嘛。咁但係都會有啲緊張，唔知呢2年會過成點樣，但係會遇到啲咩事。咁嗰陣時嘅目標就係希望快啲 Year 1即刻升翻上去先啦，咁樣咯。我嗰陣時嘅感覺就係迷茫啦，同埋有啲擔憂啦，因為其實中學畢業之後嚟到呢個新環境啦，其實我係咩都唔知啦，即係可能唔知點交功課啊，唔知點翻學啊，甚至乎即係唔知點樣識新朋友啊，咁樣其實都係有呢個迷茫嘅感覺嘅。咁我嘅期望亦都係升翻上大學啦。咁隨之其實希望都會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係好彩，咁呢2年之後其實都做到呢個目標嘅。咁我嗰陣一開始入 CC， 其實都同 Carol 傾，其實都係一樣嘅感受啦，好多擔心啊、緊張啊，唔知道自己會唔會 handle 到入邊嘅功課啊等等啦。咁但係嗰一陣就希望都係個目標就係話想上翻大學啦，上翻當年上心儀嘅大學啦。咁而家個目標都做到啦。咁我當時都有即係迷茫啊、成啊好多呢啲啦，但我更加多嘅係即係期待啦，同埋即係興奮啦。因為我相信我應該係呢度入邊即係 DSE 最低分啦，我 DSE 就係得8分嘅啫。咁我做咗2年嘢之後先讀翻書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好即係一路啦，我 DSE 考得唔好之後啦，咁我都希望有個機會啦，可以證明翻自己係讀得到書啊，想證明翻自己係 more than 即係就係翻工啦咁樣，所以我就翻去讀書，所以我係好期待呢度嘅生活嘅。相信大家對於係港大 CC 嘅第一日都係歷歷在目㗎啦。咁如果你哋喺 CC 讀書嘅呢段時間入邊，有冇話有啲特別難忘或者特別開心嘅回憶，或者都可以由 Carol 開始先吧。如果而家要即刻諗嘅話，我覺得有咁多難忘嘅事，可能分享一個嘅話，就係我今年係 SA 啦，之後我有主力去 plan 一啲活動。咁今年我 plan 嘅一個咧就係關新年事嘅。咁呢個活動咧係要由零開始啦，除咗要諗嗰啲遊戲內容之外咧，仲要諗嗰啲物資啊，即係要諗人力分配啊。之後，因為咧仲有啲 free Y 咁樣啦，唔講佢哋啦。咁反正咧就係好多嘢要諗咁樣，咁我哋仲要自己去買物資啊，自己可能去佈置咁樣。咁除咗花咗太多心力同埋時間之外咧，仲有一個令我好深刻呢個活動嘅原因係因為玩嘅時候見到大家都好 enjoy 啦，之後見到大家都會可能同啲同學仔互相交流一下，我覺得真係有一個好大嘅滿足感俾我，所以我就好印象深刻呢個活動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啦，我最深刻嘅事都有好多。如果講一個嘅話，就係可能係因為其實我哋要做好多嘅 group project 啦、小組功課啦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要做好一份 group project，你係真係要投放好多時間同埋精力落去做好佢嘅。咁我最深刻就係有一份 group project 啦。咁我哋成組5個人喺 deadline 前嗰幾日係真係通宵咁不斷去修改去 check。
然後去練 present 咁樣，務求係攞到係高分啦、高成績咁樣啦。咁我係覺得好難忘，其實就係因為我完全冇諗過有一班咁嘅朋友啦，一齊向住同一個目標就係攞高分去進發咁樣啦。咁如果開心嘅事就梗係攞到 offer 嗰一日啦，咁就因為證明到其實我呢2年嘅努力係冇白費啦，亦都向人哋證明到其實我係得嘅，我係掂嘅。咁我同 Carol 同埋 King 一樣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難忘嘅回憶嘅。咁但係當中最難忘嗰樣嘢，同或者最 refresh 嗰樣嘢咧，就係我其實啱啱參加完 Oxford Tour 翻嚟啦。咁點解呢一個會係最難忘，亦都係最 refresh 咧？咁啱啱除咗講啱啱翻嚟啦，難忘嗰樣嘢係因為通過 CC 嘅呢一個渠道啦，我係可以認識到更加多唔同嘅文化。亦都或者係可以講話同世界有一個嘅橋梁去交流多啲啦。咁另外喺嗰個 Oxford Tour， 咁因為呢個係一個10日嘅交流啦，咁其實會更加明白到可能自己身為一個學生啦，同當地嘅一個學生嚟講，我哋之間嘅一啲分別啊，或者係思想 mindset 上面有啲唔同啦。咁呢個其實亦都係 CC 幫到我，可能話了解一個更加唔同角度嘅一個世界，或者一個唔同嘅自己咯。咁我最開心、最難忘嘅經歷啦，即係呢度有好多好開心嘅經歷啦，好難忘嘅經歷。但係即係最難忘嘅就係我第一次收到成績表嗰下。咁即係一路以嚟我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喺學業上邊啦。咁我知道即係攞高成績係好難嘅。咁啊，聽大家即係嘅經歷都知啦咁樣。所以即係我本身第一次就係拍成績嘅時候，我都冇期望啲乜嘢，即係我付出咗好多努力，但係希望有個好成績啦。咁當我真係收到成績表嗰下咧，我係好開心嘅，因為即係8.4啦咁樣，即係有個好好嘅成績啦咁樣。咁嗰下我真係覺得我自己一路以嚟嘅努力啦，係真係可以即係好好地咁呈現到出嚟咯。我係好開心睇到自己嘅努力係真係有回報咯。咁呢個係我喺即係每一次收成績表都係我最開心、最難忘嘅時候啊，係。好多謝咁多位師兄師姐帶嚟咁難忘嘅touching 嘅回憶啦。咁而家咧，你哋都已經升翻去心儀嘅大學咯喎。咁不如每個人分享一個你哋成功嘅心得啦。我哋都係由 Carol 開始講起啊。我覺得其中一個心得係，我建議大家可以多啲去同朋友互相交流咯，因為我覺得喺 Space 其中一個同中學唔同嘅地方就係，其實係好難揾老師 face to face 咁樣去問問題嘅。咁如果你有啲問題嘅時候呢，其實多數都係要靠可能同朋友互相交流之後，大家一齊探討一個問題，先可以得出一個結果咁樣。我覺得如果去同朋友交流多啲嘅話，應該會幫助大家冇咁 confused， 之後都會可能更加可以更加 fluent 咁樣度過嗰個 period。咁我嘅心得就係努力啦，因為嚟到阿蘇或者 High Dip 啦，其實係唔同 DSE 就係阿蘇 High Dip 係真係1分耕耘1分收穫。你越努力嘅話，其實你嘅成績係真係越高，係真係你嘅回報係同你嘅努力係成正比啦。所以我覺得成功嘅心得就係真係要努力去讀書。咁我覺得最大嘅心得其實係主動啦，因為呢個主動其實可以分為2方面嘅，一方面係可能讀書方面啦。咁正如啱啱 Carol 講，其實喺 Space CC 咧，老師都好忙嘅，所以其實我哋要真係主動去問老師關於你唔明嘅嘢，或者可能關於老師可能對某啲 assignment 嘅要求啦。咁樣你了解清楚之後，其實你就會知道點樣可以攞到一個理想中嘅一個 grade。咁另外，我覺得係除咗讀書方面，咁我哋成日都講咩 work-life balance 啊嘛，係咪？咁喺 Space CC 其實都好多活動可以去玩嘅。例如我以我為例啦，呢2年其實我 join 咗好多唔同 CC 嘅 activity， 包括一啲嘅 student group 啦，例如 student representative 同埋 student ambassador 啦。咁另外其實仲有好多嘅，就好似啱啱我講嘅 Oxford Tour 啊，又或者係 Year One 嘅時候，其實我有去搞過一個我哋嗰一科 Social Science 嘅一個 orientation camp。咁所以其實主動呢樣嘢，我會覺得係我想同可能將來喺呢度讀書嘅人講，主動好重要。咁我心得係即係你要為你自己做嘅選擇負100% 嘅責任咯。即係好似啱啱大家所講咁樣啦。其實即係可能我哋去即係努力啲讀書啊，成日其實都係負翻起自己可能身為學生嘅責任啦。咁有樣嘢係即係因為可能我翻過工2年啦咁樣，咁即係對我而言嘅話，其實翻嚟讀書係即係算係一個我自己嘅一個 option 啦。
咁我係因為覺得自己即係唔值得就係日日喺度即係做執倉啦咁樣，先覺得我覺得係時候要為自己負翻少少責任喎。咁我要為我自己將來打翻好底啊，想有個好啲嘅學歷，咁就嚟翻讀書啦咁樣。咪一路讀啦咁樣，嚟到之後啦，遇到好老師啦，即係例如輝 Sir 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好多時候即係可能即係我有時候我都會想偷懶，講真嗰句，即係好多即係你話好努力讀書我都會，但係我都會想偷懶啊，可能想碌下手機啊，想睇下 YouTube 啊，有好多嘢可以做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就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咯，你願唔願意為呢5分鐘嘅娛樂去負責咯？即係如果我今日玩咗手機，你負唔負責任到你嘅 GPA 會跌幾分啦？會唔會你收唔到 offer 就係冇咗你5分鐘？咁我覺得即係我要負翻起自己責任啦，所以我就擺低部手機，之後繼續做嘢啦，係啦，就係咁。大家嘅成功嘅心得都係可以令到同學係即將入學嘅師弟師妹鼓舞嘅。咁最後其實你哋會唔會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即將入學嘅師弟師妹呢？又或者可以 Carol 分享一下先？OK， 我俾大家嘅 tips 就係上堂嘅時候記得一定要熄手機，因為如果你個手機一響嘅話咧，咁靜，大家一定會即刻望住你，之後就會好尷尬噶啦。咁我俾大家嘅 tips 就係如果上堂咧可以咧，盡量坐前排啦，就唔好坐後幾排啦。因為除咗坐前排可以聽書聽得清楚之外咧，咁其實一啲即係比較用功讀書啊或者聽書嘅人，其實都會坐喺前排嘅。咁呢個就係你哋做可能 group project 嘅時候，都會可能嘗試下揾翻呢啲嘅同學啊一齊做 group project，咁就會個結果就會非常好。咁我想俾大家嘅 tips 其實就係好似啱啱傾咁樣講啦。可能會係同多啲人去交流，因為我覺得同每一個人交流其實都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因為每個人有唔同嘅性格啦。咁呢一個其實喺讀書方面都好重要，因為大家有 group project 噶嘛。咁你可以避免同多啲人交流，咁你就可以避免可能揾到一啲你唔係咁啱夾唔到嘅一啲嘅 group mate 啦。咁另外我就覺得，如果大家之後係喺金鐘上堂，咁一定要揾定好嘢食，因為嗰邊係冇嘢食噶。咁我嘅 tips 就係即係睇清楚考場啦，或者睇清楚問題先至好行啦咁樣。咁睇清楚問題咧，係因為我試過即係答錯問題啦咁樣。睇清楚考場咧，咁樣係因為我住得比較遠啦，跟住然之後有一日我覺得咁我不如早啲出門口去考場啦咁樣。跟住但係我冇睇到考場喺邊度。咁我就去咗一個距離真正嘅考場半個鐘車程嘅地方啦，咁樣。咁我答錯咗就即係好辛苦咁樣，好努力咁樣跑翻去考場啦，咁樣。雖然最即係好開心就追得到即係嗰個考試嘅時間啦，咁樣。所以睇清楚考場啦，同睇清楚問題啦。咁樣無論你行過即係行錯都唔緊要啦，最緊要你有行過咯。好，真係唔該晒咁多位前輩嘅 tips 啦。咁相信呢，熒幕前在座各位嘅師弟師妹呢，都已經收到晒㗎啦。咁接着落嚟嘅時間，我哋不如同老師傾下偈啊。其實好多人都話去大專院校讀書嗰啲人，其實邊個真係會認真讀書啊 hea 啫嘛。咁輝 Sir，你對於呢一個講法係有啲咩睇法呢？喺你眼中，CC 嘅學生係咪真好似大家所講，就係真係咁 hea 呢？我呢個就係對於我哋港大 CC 學生嘅最大誤解啦。正如頭先我身邊嘅呢一位 Adam，即係都係我嘅學生啦。其實我喺學院裏面咧係教廣告同數碼公關，而佢正正就係 take 我呢兩科啦。佢喺呢兩個學期裏面咧就要最後完成一個 presentation 啦，就幫一個品牌做推廣。咁喺 presentation 嘅前後咧，其實佢都扯住我做 consultation 做咗3、4次嘅，就可以見到佢哋嗰種認真。同埋對於學業嘅投入咧，係令到我除咗感動之外咧，都俾佢震撼咗嘅。咁最後咧，其實我除咗對於佢哋認真同投入嘅態度被深深震撼之外咧，佢哋最後 present 咧係有夾過 jazz 曲嘅，所以我就知道其實佢哋唔係淨係為咗分數，或者唔係淨係想完成咗件事，而係佢哋真係 enjoy 嘅過程，佢哋先至會諗點樣去表達佢哋想表達嘅嘢，就唔係淨係想完成嗰件事咁簡單。多謝輝 Sir 幫我哋 CC 嘅同學去洗清咗呢個誤會啊！咁其實我諗都有好多同學仔喺揀科嘅時候都會好困難，就會諗其實我應該要用啲咩準則去考慮，先至可以揀到自己最適合嘅科。會唔會輝 Sir 可以幫我哋解答一下呢個少少嘅疑惑？
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原則就係隨住自己興趣去揀科咯，因為其實如果你對於個學科冇興趣的話咧，其實你讀落去都會好辛苦啦，或者唔開心。其實正正大專教育就係可以提供一個自由度啦，俾學生去選擇自己想讀嘅嘢。譬如我自己教緊嘅應用傳理咁樣先算啦。其實傳理呢個範疇裏面可能有廣告啊、有公關啊或者新聞等等。咁其實例如學生同學知道哦，原來我想中意同人相處，我中意讀傳理系嘅，咁入咗嚟之後有2年時間，俾你慢慢摸索。哦，你到底係想有創意去同品牌去溝通啊？咁你咪去廣告讀咯。你係想去做新聞嘅、做採訪嘅，咁你就會讀新聞啦。咁所以其實就係首先揀咗自己嘅興趣嘅範疇，然後就慢慢去建立咗自己嘅出路。其實我都好同意輝 Sir 嘅講法，都係要以自己興趣為先。咁或者以我自己為例啦，其實喺入讀港大 CC 之前，我一路都有對商業係感興趣。咁所以其實喺工商管理副學士呢個課程入邊，我係了解到自己係對市場策劃係特別有方向嘅。咁所以其實喺2年級嗰陣時就選擇咗係以市場策劃作為一個我希望嘅就業方向。咁未來嘅9月我就會即將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嘅綜合工商管理學位課程咁樣。好，咁而家就到我去訪問下 Jarvis 老師啦。咁據我所知啦，Jarvis 老師係有多年嘅教學經驗啦。咁你每年都見到好多唔同嘅新生，有冇發現通常同學仔有啲咩最唔慣嘅地方呢？咁同埋啦，大專同埋中學嘅讀書模式都好唔同㗎嘛。咁可唔可以講下兩者嘅分別呢？其實兩者的而且確係有好大嘅分別㗎，因為如果我哋講返中學嘅教育，其實一般嚟講都比較多一啲嘅規範，例如同學佢哋讀嘅科目啦，或者譬如時間表，好多時候都係由學校或者老師去安排嘅，甚至乎可能一啲 assignment 即係一啲課堂作業嘅題目啦，亦都會有一啲模擬答案，或者譬如可能成條題目係得一個正確答案嘅啫。咁但係去到大專，尤其是喺我哋港大 CC 呢個環境底下，其實相對地我哋係會提供一個比較自由同埋比較寬鬆，亦都係比較彈性嘅教學環境俾同學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同學係可以選擇一啲自己中意讀嘅科目啦，安排自己嘅時間表啦，按照自己嘅興趣或者按照自己嘅能力去完成佢哋嘅課業。例如好似我自己教一啲 media 嘅科目，咁可能有陣時要啲同學去寫一啲流行文化。咁但係嗰份 paper 嗰份作業，究竟同學寫嘅係 K-pop 啊，寫香港嘅流行音樂啊，定係寫一啲中國內地嘅流行音樂，其實我哋都會俾翻一啲空間同學去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有陣時咧，其實由一個中學比較多規範嘅環境，去到 CC 入邊呢個相對地比較彈性嘅環境入邊，有啲同學會覺得可能喺第一個學期嘅時候都會有少少無所適從嘅。咁但我哋相信，如果透過同學嘅努力同埋透過同學大家之間嘅合作，其實係一都可以化解嘅。明白啦，所以相信咧同學咧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一個新嘅校園生活啦。咁另外啦，想問對於即將入讀 CC 嘅同學仔啦 ，Jarvis 老師有冇咩建議俾大家呢？另外家長方面又可以點樣喺升學嘅路上支持陪伴子女，幫助佢哋發揮潛能呢？咁我諗其實頭先大家聽咗我哋咁多位同學仔嘅意見，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 tips， 大家已經袋咗落袋㗎啦。咁我諗我作為老師，咁其實都只係可以 summarize 翻3個要點啦。咁第一個要點其實就係希望同學入到嚟 CC 之後，我哋盡早確立自己嘅目標。我哋盡早去諗一諗，究竟1年後或者2年之後，我哋自己想去到邊一度？嗰啲目標唔一定我哋最尾達成到，但係呢個目標係會成為咗我哋呢2年嘅學習生活入邊一個好重要嘅明燈。咁第二點就係我哋確立咗呢個目標之後，就要以一個自律同埋有一個我哋叫做比較 discipline 嘅角度咧，去執行翻呢個嘅，或者去達到我哋呢個嘅理想。因為好似我頭先所講，我哋嘅學習模式都係比較彈性嘅，咁所以好多時候都好依賴同學自己嘅自我管理啦，或者譬如時間管理。老師派咗 assignment 之後，我哋有冇好好計劃自己嘅時間，等自己能夠喺 deadline 之前完成嗰份嘅課業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個 tips 嚟嘅。咁對到第3點就係話，除咗學習之外，或者課堂學習
習之外，咁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同學，就係好似我哋頭先分享嘅 Alumni 咁樣，咁佢哋都有講到佢哋好積極參與一啲學生大使啦、學生代表啦，甚至乎係一啲交流團嘅節目嘅。咁其實呢一啲嘅活動都係能夠擴闊咗同學嘅生活經驗啦、視野同埋擴展咗你嘅人際網絡嘅。咁我相信呢方面咧，其實都係同學喺入嚟我哋 CC 嘅時候都可以多啲留意嘅。咁至於家長方面，咁其實我諗最近大家個 attention 都去咗世界盃嗰度。咁其實好多球員都會有講過，當佢哋踢波踢到好攰嘅時候，佢哋聽到一啲打氣聲，其實係會令到佢哋走多一步嘅。咁我諗其實如果用翻呢個比喻，我哋 CC 嘅同學就係呢家喺球場入邊進行緊比拼嘅球員，當佢哋如果能夠知道咗家長係喺佢身邊提供好多 support 或者提供好多鼓勵嘅時候，咁同學應該係會繼續可以如虎添翼嘅。咁不過有一點我哋都會想強調翻嘅，咁其實一場比賽入邊最能夠改寫勝負，或者譬如嗰場比賽其實最終都係屬於一班球員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家長可以俾翻少少空間俾我哋嘅同學去，有陣時可能會撞板啦，或者譬如有少少嘅犯錯，因為其實呢啲犯錯其實都可能係我哋邁向成功好重要嘅一點嚟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希望家長喺一路 support 緊佢哋嘅子女，支持佢哋嘅子女嘅時候，咁亦都會容許俾一啲空間佢哋去學習自己點樣面對失敗啊，或者譬如學習面對點樣一啲犯錯嘅時候去繼續改進嘅。呢個都係成長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好，真係好多謝 Jarvis 老師嘅分享啦！相信各位家長同同學咧，聽完我哋嘅同學同埋老師嘅分享之後咧，對港大 CC 都了解多咗咯喎。咁再一次多謝晒老師同埋同學，同大家分享咗咁多經驗同埋心得。咁其實仔女去到新環境，作為家長嘅你哋一定會擔心佢哋會唔會適應到新嘅環境，所以我哋安排咗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嘅輔導主任 Phoebe 同大家介紹一下學院為同學提供嘅支援。大家好，我係 Phoebe，係輔導主任嚟嘅。今日咧，我想趁呢個機會同各位家長分享一下，我哋作為家長啊，可以點樣幫我哋嘅仔女去適應大專生活呢？首先，家長咧要知道話，大專嘅學習同中學好唔同嘅。上課時間咧就唔再係好似中學咁啦，逢星期一至五固定嘅朝8晚3。同學嘅上課時間可以一星期嘅每一日都唔同㗎。有時早堂可能由8點半開始，最後一堂可能7點半先結束。星期六早上亦可能要上堂，有時上堂上一整日，有時又可能有 day off 唔使上堂喎，亦可能咧堂與堂之間會有幾個鐘嘅空檔嘅。授課模式亦都同以往嘅好唔同。中學老師會每一課都詳盡講解，但讀大專嘅話就同大學一樣，同學需要培養自學能力。講師喺課堂上只會講重點，同學需要自己花時間去備課、揾資料、睇參考書，遇到唔明嘅地方再自己揾講師討論嘅。除個別學科外咧，所有課程都係以英語全英語嘅授課㗎。咁因為係為咗咧將來銜接大學同埋就業做好準備嘅。課堂以外咧，我哋亦會有導修課同埋體驗式學習等教學嘅輔導活動嘅。大專學習嘅另一個特色咧，就係持續性評估啦。同 DSE 文憑試嘅一試定生死嘅方式好唔同。持續性評估包括課堂嘅參與啦、功課、中期測驗、小組彙報同埋學期尾嘅考試，同學更加能將所學嘅知識消化同運用。而小組彙報亦俾到機會同學去互相合作，提升演說技巧。因此，課堂以外，同學亦需要花唔少時間同小組組員一齊去傾彙報內容啦、製作簡報、撰寫英文講稿等等嘅。除咗讀書以外咧，同學亦可以選擇一啲有興趣嘅校園活動嚟參加。要更快適應校園生活，同學可以提升呢幾部分嘅自主能力啦。大專生活咧就好似去食自助餐咁，同學有好大自由度去選擇點樣過呢2年。自學能力亦非常重要。同學要學習自己揾方法解決困難，為將來升學或者就業做好準備。
有自由度嘅同時，自律亦係非常重要嘅。另外，同學亦需要主動。大專唔會有班主任，唔會提你幾時交功課、幾時申請大學等等。同學係要主動去留意相關資訊。最後就係做好時間管理，安排好自己讀書、參加課外活動，甚至係做兼職或者實習工作實習嘅時間。當然咧，我哋學院咧亦會有好多支援俾大家嘅。同學可以利用香港大學嘅圖書館啦、體育館，學院咧亦都有多媒體自學中心、英語廣場同埋自學中心、升學及就業資源角、學生溫習及休息室、電腦室等設備。同學如果有需要，亦可以借用我哋嘅手提電腦或者平板電腦。可能家長會問啊，如果同學喺學習上面有疑難，咁可以點啊？我哋咧亦都有好多支援俾同學嘅。我哋嘅講師都會有諮詢時間，同學有唔明嘅話，除咗喺課堂上問講師，亦可以喺課餘嘅時間約講師傾下。我哋嘅老師都好樂意喺課餘嘅時間為同學解答問題。另外，我哋都有唔同嘅學生活動啦，好似學生會及屬會活動、師友計劃、學生領袖計劃、學生大使、學生代表以及生涯規劃活動等。學院亦會資助同學去國內同海外參與交流團同實習計劃。我哋嘅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亦都會為同學提供個人輔導、升學就業及個人成長活動等服務。我哋咧都會喺8月嘅時間咧，為更多同學咧去安排好多新嘅活動，希望咧可以幫助同學咧去更加快適應一個新嘅學年嘅開始嘅。譬如我哋會有新嘅入學講座啦，亦都會有各學科嘅課程簡介會、迎新活動等，亦都會有咧工作坊去教同學一啲學習技巧、時間管理等等嘅。同學如果想認識多啲朋友，亦可以參加學生會舉辦嘅迎新活動。家長咧記住鼓勵你哋嘅仔女嚟參加啦。喺升學支援方面呢，我哋亦都真係明白到啊，好多同學將來咧都打算繼續升學，所以咧我哋就特別咧係提供好多嘅升學支援嘅服務俾同學啦，希望可以幫到同學咧去了解更多嘅大學資訊嘅。譬如我哋會邀請大學代表嚟講入學資訊啦，舉行國際升學展，畢業生翻嚟分享佢哋嘅成功經驗。同時我哋都會舉行工作坊，教同學填大學申請表、大學面試技巧、模擬面試等等，仲有1對1嘅升學諮詢服務。成績優異嘅同學仲可以參加校長推薦計劃。我哋明白到啊，仔女踏入大專嘅階段後，作為家長難免會心情複雜。雖然明白仔女已經長大成人，可以自主獨立，但另一方面又會擔心因為溝通減少，以致仔女未必能應付所有挑戰。喺面對由中學過渡到大專嘅呢一個階段，父母可以做嘅係陪伴佢哋去經歷呢個轉變，鼓勵佢哋勇於嘗試，聆聽佢哋嘅感受同需要，信任佢哋有能力去克服困難。最重要係俾空間時間佢哋慢慢去成長。同時咧，家長可能咧都會覺得都唔係好了解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嘅仔女喎。唔使擔心，因為咧我哋咧都為大家預備咗好多嘅資源嘅，譬如咧一啲人際相處啦、升學就業出路啦嘅等等嘅資訊。咁咧我哋特別邀請咗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同教育心理學家咧，去編寫咗一本家長資源嘅手冊，為家長提供建議，以作參考。家長咧可以掃描熒光幕上嘅2維碼，又或者進入我哋院校嘅網站，到學生發展服務嘅家長專區度去慢慢睇嘅。
另外咧，我哋亦都咧有一啲嘅預錄咗嘅影片啦，同家長咧亦都可以咧去我哋嘅網上面瀏覽啦。譬如係學院嘅學習啦，或者家長特別想了解副學士同高級文憑學生嘅升學前景啦，甚至係咧點樣為將來嘅就業做準備嘅，咁家長咧亦都歡迎你咧上我哋嘅網站去睇嘅。仲有咧，我哋咧亦都會有本書冊啦，咁可以咧讓家長去了解多啲，究竟學院啊有咩活動幫到學生去有個全面嘅發展，去除咗學習之外咧，可以培養佢哋嘅一啲終身學習能力啊，為佢哋將來做好準備嘅。好，最後啦，咁希望咧喺呢個時間咧，俾家長一啲同埋俾同學一啲咧點樣享受豐盛大專學習嘅10項建議啦。第一就係有效分配時間啦，定高而合理嘅期望。學會主動學習，開放自己，多認識朋友，保持身心健康，擴闊視野，增廣見聞，同埋參與有益身心嘅課外活動，定期瀏覽學生學習平台，出席學院舉辦嘅升學活動，同埋定期瀏覽我哋學生輔導及個人發展服務嘅網站啦。最後送幅相俾大家 ，Plan A 行唔通，仲有 Plan B、Plan C， 條條大路通羅馬，好多唔同嘅路可以選擇嘅。祝願同學喺港大 CC 揾到自己嘅路，實踐自己嘅理想。真係唔該晒 Phoebe 啊！嚟緊就係問答環節啦。請早前喺各位俾家長嘅 email 入面有2條 Zoom link 嘅，請各位家長撳入去，就會去到相關學部嘅聊天室。CC 嘅學部主任或者老師就會喺入面等住大家，同大家傾偈㗎啦。如果揾唔到都唔緊要，大家可以睇翻仔女係屬於邊一個學部，再喺 chat box 揾翻相應嘅學部嘅 link。咁大家要留意翻基礎專上教育文憑課程係一條獨立嘅 link。如果大家需要協助或者有任何嘅問題，歡迎可以喺 chat box 問我哋嘅學院職員會盡量幫助大家。時間嚟到差唔多啦，希望新學期開始會喺港大 CC 見到大家，再見。